拿来路不明的百品就要追查，即马连喷也未当摕来饲猪咯。嘉义县政府对9月初开始对县内饲猪场进行稽查，结果掠到3个饲猪场，抑阁是违法伫咧用喷来饲猪。另外也掠到无照规定申请的饲猪场，县政府也拢甲因开罚单。稽查人员到饲猪场检查敢有用喷来饲猪的情况，查到有饲猪场搁咧用鱼肉、甲粒物来饲猪，嘉义县动物疾病防治所依法开罚。针对辖内的违规厨余饲养户进行全面的盘查，我们总共查获3场使用鱼肉等动物性厨余养猪，以及7场未依规定申办畜牧场的违规养猪户。有49场就已经脱离了这个厨余的这个养殖了，这次的查核值得我们养猪户真的是很高兴。为什么？这些都是一个盲点跟那个漏洞。配合农委会禁止用喷饲猪的公告，嘉义县动物疾病防治所加相关单位组成联合稽查小组，清查县内所有的饲猪场用喷来饲猪，除了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法以外，农业处嘛有饲料管理法的处罚。如果发现以厨余养猪的话，那我们会依照饲料管理法部分，裁处3万元到300万元不等的罚款。动物疾病防治所表示，病毒会透过喷发出去，所以嘛才宣布叫清除县内路边的喷桶。目前已经完成县内211间猪场的访视，也无发现有点去病毒围着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